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我係羅 Sir 羅振邦博士，係智財投資學會嘅課程總監。多謝大家收睇咧，我哋今集嘅內容。咁就今天嚟講咧，就想同大家講下恒指咧下個禮拜嘅走勢係點樣。咁我自己睇嘅走勢嘅方向嚟講咧，跌嘅機會嚟講咧就好大嘅。點解咁樣講法咧？一間喺圖裏邊咧，我哋會尋找個答案，講下個原因嘅。咁大家見得到，現在呢個圖嚟講咧，係恒指嘅日線圖。咁今天嚟講咧，係2025年10月31號，恒指收市價係25,907點，咁跌咗咧係376點。成交方面嚟講咧，有2576億。咁今個禮拜裏邊咧就跌咗咧253點嘅。咁我哋睇翻呢個走勢圖先。我哋將個畫面咧放大些少，睇睇呢個陰陽燭嘅狀況。咁大家留意翻咁我哋今個禮拜裏邊咧，其實就得4個交易天。咁禮拜三放假，咁禮拜一、禮拜二、禮拜四、禮拜五3個交易天。咁我哋睇翻咧就呢一日先。呢一日，咁呢一日嚟講咧就屬於係禮拜一星期一嘅呢個狀況係星期一。好啦，咁呢一個嚟講咧就星期二。好啦，咁禮拜三放假嘅，咁呢一個嚟講咧就係禮拜四。咁我哋留意嘅地方係邊一度咧？其實大家留意得到，咁我哋呢一3天，其實咧每一天嚟講咧，嗰個嘅陰陽燭嗰個嘅實心體咧越嚟越大嘅。所以你留意下個實心體，呢一條咧係大過之前嗰一日，而呢一條咧又大過之前嗰一日。咁即係暗示嘅走勢嚟講咧，每一天裏邊嘅波動嚟講咧越嚟越大，咁即係代表一個好淡嘅增持越嚟越犀利代表好淡嘅增持越嚟越犀利。咁但係我哋話好淡嘅增持好淡嘅增持嘅狀況，咁好淡增持嘅狀況裏邊，最後邊一個係贏咗咧？咁大家見得到呢個係陰燭嚟嘅。陰燭即係代表咩意思咧？陰燭代表就話實心體呢個部分就上位呢個就一個嘅開市價。好啦，下位呢個實心體呢個部分呢個水位就代表收市價，即係話呢3日裏邊好淡增持，最後結果嚟講咧，其實咧係沽家贏咗嘅。咁沽家贏咗，即係話個收市價就低收啦。所以你見得到呢3日嚟講咧，其實係高開低收嘅。高開低收代表個意義方面咧係弱勢嘅。所以你見得到禮拜一、禮拜二、禮拜四好淡增持，最後嚟講咧係沽家贏咗，因為收市價咧係低收嘅，有個嘅陰燭。好啦，咁跟住去到今日今日嘅狀況，禮拜五。咁你見到今日禮拜五嚟講咧，亦都同樣係一個嘅高開低收，有一個嘅陰燭嘅狀況，一個嘅高開低收，有個嘅陰燭嘅狀況。咁即係話，其實佢嘅出現係基於你見得到之前嗰3日呢個情況裏邊引發出嚟嘅。所以你話今日嘅下跌，其實從之前嗰3日裏邊咧，都有時可以捉到嗰個嘅蛛絲馬跡嘅。咁所以睇翻下個禮拜走勢嚟講，基本上嚟講咧係弱勢為主嘅。咁所以預期下個禮拜嘅走勢裏邊跌嘅機會嚟講咧就好大嘅。咁至於你話跌到幾多個支持位係點樣睇咧？咁我哋跟住咧都會講埋呢個嘅內容嘅。未講之前提翻大家，跌市嚟講咧都唔使驚嘅，一樣有投資機會嘅。咁可以用一個嘅期權呢個嘅工具都可以嘅。咁去翻我哋網頁 www.smartmoney.com.hk 去翻呢個嘅宣錄影課程。咁現在嚟講期權嘅課程方面嚟講咧，我哋有個嘅期權贏家訓練班。咁有個網上錄影 A 班，因為期權嚟講咧係比較複雜些少嘅工具嚟嘅，好多時一啲嘅新手嘅投資者聽一次咧都未必會明，咁所以要聽2次、3次加深嘅記憶。咁網上錄影 A 班嚟講優點咧就話學習期裏邊嘅50天，你可以咧係不斷重溫嘅，咁所以可以有時一次吸收唔到，聽多2次，令到你個記憶方面咧加強啲，同埋了解嚟講咧可以再仔細啲。所以依家嚟講咧，網上嘅錄影 A 班喺期權嚟講咧就最受歡迎嘅。咁你話期權裏邊咧有咩學得到嘅咧？期權嚟講咧，學嘅階段嚟講，第一樣嘢，我哋先會講翻咧基本嘅操作係點樣先，因為任何嘢都要從個基本裏邊入手嘅。咁所以第一部分先講基本嘅操作，咁令到大家係容易去明白。咁就第二部分跟住講及到一個嘅策略嘅狀況。期權嚟講咧，好多不同嘅策略嘅。
咁當然嚟講咧，喺新手嘅階段嚟講，簡單裏邊咧，所用嘅策略就係用呢個嘅認購認沽呢部分。咁但係問題咧，有時去到一個嘅未來裏邊，咁大家想做得一啲進階些少嘅一個策略運用，咁有時會牽涉到一啲馬鞍式、勒縮式或者一啲蝴蝶式、鷹式。咁當然，如果你話想做買賣裏邊做得醒目啲嘅，甚至乎我哋會有一個嘅低成本嘅一啲進階方法，或者一啲嘅安全逆嘅保險嘅方法。咁呢啲令到你個買賣方面咧有個所謂低成本，亦都可以有個好些少嘅一個嘅安全嘅保障。咁呢啲嚟講咧，其實對於新手投資者嚟講咧，一定要識嘅。所以喺新手裏邊咧，咁可以話呢4粒星嘅內容要識。未來裏邊去到一個嘅熟咗之後啦，咁呢幾樣嚟講咧，亦都要係懂得嘅。咁所以期權嚟講咧，你發覺有時對於一啲新手去學習，咁有時咧就要仔細些少嘅。咁呢個課程嚟講咧，可以俾你有個重溫嘅階段，可以令到你記憶係加深啲。咁同埋期權嚟講咧，有時會講及到一啲嘅博一個嘅高回報，有時我哋會話賺1倍啦，賺10倍啦。咁點樣做咧？其實會通過一啲咧係博爆邊嘅技巧嘅。咁同埋有時我哋會講一啲嘅期權裏邊有價內啊、價外啊、等價。咁當然你要博到成10倍以上嘅，咁一般形容到咧就會用到呢啲叫極價外嘅期權。咁佢有個高嘅槓桿嘅狀況嘅。咁喺課程裏邊咧都會提及到。咁至於你話一啲嘅收租思維，其實我哋所講就係一啲嘅 short side， 就係收期權金嘅一個嘅策略。咁呢個等於好似我哋有時所講用期權製造啲收租嘅一個組合嘅意思。咁期權裏邊亦都有個股票期權嘅。咁因為有時你話我想睇個別股票有啲升或者跌嘅一啲嘅機會可能業績嘅公佈啊，一啲消息嘅發放，咁用股票期權咧亦都可以嘅。咁不過主流嚟講咧都係做指數期權為一個嘅主點。但係有時你話有個別嘅心水，有時股票期權呢個選擇咧，亦都可以。咁所以呢個課程裏邊咧，都會講到以上呢個內容嘅。如果大家有時中意喺一個嘅投資方面或者叫投機方面發揮得好啲，咁可以用下呢個期權呢個工具。咁期權裏邊咧會要學下先去用好些少。咁當然如果你話覺得期權係會覺得驚，有時未必會太過明嘅，想簡單些少嘅，咁其實亦都有另一個選擇嘅工具。咁有個工具嚟講咧，咁可以話簡單過期權嘅，咁就一個叫做係窩輪有時我哋有個窩輪嘅狀況，即係 corporate 輪或者我哋叫牛熊證呢個部分。如果大家覺得期權嚟講，覺得係開頭未必咁容易理解，唔緊要。其實喺窩輪裏邊咧，呢個亦都等同於一個嘅類似有啲期權嘅概念嘅。咁呢個可以留意下。咁所以我哋有時話課程方面咧都好多元化嘅。咁大家可以翻我哋嘅網頁 www.smartmoney.com.hk 可以了解一啲詳細嘅課程資料添嘅。好啦，咁睇翻現在咧，走勢方面係點樣咧？嗱，咁嚟緊個支持位係點樣咧？嗱，支持位方面嚟講咧，我哋第一個好可以畫一條線先。第一條支持線，好就呢度嚟嘅。好，第一條支持線，好就呢度。好，呢個部分，好畫多時添啊。好啦，第二條支持線，好就呢度。好啦，咁我哋話支持線方面有兩個，咁支持位方面第一個喺邊度咧？好，第一個支持位就呢度嚟嘅，就呢個係好係呢個嘅25,592點。嗱，第一個嘅支持位下個禮拜嗰個第一個支持位就25592。咁呢個其實咧屬於係一個嘅10月23號一個嘅低位嚟嘅，屬於係10月23號嘅低位嚟嘅，屬於係。好啦，第二個支持位喺邊度咧？就呢個25,145點。好啦，25145 25,145點，咁就屬於咧係10月17號嘅一個低位。咁所以你話嚟緊下個禮拜個支持位點樣咧？留意下第一個支持位就25592，第二個嘅支持位25145。嗱，呢兩個留意翻。咁你話如果一旦個市向上，個阻力位點樣咧？嗱，阻力位方面咧就攞翻呢度啦。個阻力位方面係咁阻力位方面阻力位咁下個禮拜嘅阻力位方面咧就呢個嘅26,589點26589。咁呢個價位方面屬於係10月30號嘅10月30號嘅一個嘅高位。咁所以嚟緊咧下個禮拜裏邊呢兩個嘅支持位一個嘅阻力位要留意下。
咁大家緊密留意住下個禮拜走勢，因為依家市場走勢裏邊咧，有時都驚有啲突然之間一啲嘅下跌啊，一個嘅小心呢部分嘅狀況啊，要係。好啦，如果大家喜歡我哋嘅內容咧，記住訂閱喎，喺 YouTube 裏邊咧係免費訂閱㗎，同埋撳埋隔離個鐘仔，你會收到我哋最快嘅資訊嘅。如果喜歡嘅，俾個 like 我哋啦，咁同埋可以介紹俾你朋友作為一個分享，可以學多些少投資嘅知識㗎。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